国中、高中都是在听西洋音乐、摇滚乐，但是后来开始创作以后，觉得自己比较习惯的还是以台语为这个创作的母语，所以就比较慢慢的这一个挖掘之后，就还是习惯用台语来写歌呢。但我最喜欢的是《镇魂醒灵寺》，是收录在《高沙君》这张专辑里面。我是感觉讲，其实我就是自然想讲，看要安怎写歌尔啊，因为拢是你看足侪台湾的故事，所以讲，大概你写歌的时阵，拢是看迄阵啊，足有感觉、足有感受的，才台湾的故事啊，想讲要安怎会当甲即种台湾人足复杂的迄种认同的心情，甲写做歌安尼。我上重要的建议也是讲，其实。你就勇敢去讲，一开始当然有的时阵会袂认同啦，啊可能会走精啦等等。但是你若定定讲吼，讲互惯势，你毋免讲哦，为着要写歌来去学台语，你先惯势讲台语，啊惯势听台语，啊写歌时阵就足自然的。啊，我感觉安尼写出来的歌，对家己来讲嘛上有诚意。